因为中央银行是伫昨下晡召开第3季的理监事会，考虑到即马通货膨胀已经无遐严重啊，所以决定讲这利率无要改变，也毋过有宣布一寡控制查房期的措施，是提出第7届的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。已经有买厝的人，佮要买厝就无贷款的宽限期，而且买贷款的金额嘛，敢若会当贷5成。央行第3季理事会考虑国内通膨有慢慢回降趋势，明年可望降到2%以下，确定利率无变。不过，国再出手压制房市，提出第7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，包括自然人名下有厝的人，第1户房贷袂使有宽限期，第2户买厝贷款上悬成数由6成降到5成，并且扩大实施到全国。另外，存储贷款上悬的成数由4成降到3成，相关措施为9月20开始实施。我们的信用的资源啊，在这一段期间呢，整个向这个不动产倾斜了，而且倾斜的蛮大的。我们要释放出那个讯息，让市场不要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，就是说我们的房价会一直上去的这个预期。央行嘛宣布调升新台票存款准备率0.25个百分点，连续2季调悬。央行认为，各搭配道德可靠甲选择性信用管制，有助进一步减慢信用资源流去不动产市场。第7次的选择性信用管制，我们所花的力气，我们所花的时间啊，同事之间的一个讨论。加总起来，对我们的一个压力来讲的话，我跟各位报告，应该是不输1到6次的加总。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时候，事实上是很困难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有那个基础的。若是美国联准会宣布降息2码，台湾无对。央行表示，主要考虑下半年甲明年国内经济温和成长，产出开口拢是小可负担，利率政策无变，有助金融稳健。我们现在目前的政策利率跟16年前的政策利率也是一样的高了。那这个过来就要如何来做？这个我想我们再来考量。通膨的情况，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观察的那些。那当然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说各个国家它调降的幅度。央行表示，展望明年全球商品贸易升温，新兴科技应用持续扩展，会带动台湾出口加民间投资成长，而且基本工资加公共教薪水调悬，会使民间的消费继续增加，而且明年经济成长率是3.08%。记者综合报道。